買樓驚中伏嘅香港朋友啊，一定要睇完呢一個視頻啊！唔知大家最近有冇刷到呢一個樓盤啊？90萬起買橫琴金融島隔離嘅一手樓盤，均價17000買橫琴，價錢非常之吸引啦，而且仲係4.9米嘅複式產品，實用率去到157%啊！租金收益高，回報率高，分兩個面積段，一個係58平方，一個係105平方。咁我哋依家睇緊嘅話呢，就係105平方噶啦。咁我想講翻呢，佢係有缺點嘅。第一個，呢一個係40年產權嘅公寓嚟嘅，之後出手嘅話呢，你打個稅啊會比較高，同嗰個商鋪係一樣嘅。咁第二個呢，呢個係唔可以做明火嘅，只能夠用電磁爐。第三個呢，呢個樓盤之前係爛尾嘅，依家重新盤活咗。第四個呢，佢嘅均價17000係無坯，唔係裝修嘅，你要自己裝。如果想入手呢個樓盤嘅廣告朋友呢，就要謹慎啦。如果你想了解邊個樓盤，可以評論區打樓盤名出嚟幫你分析，希望可以幫到你。